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古称解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来研究100-200当前，幼囡仔拢会读汉文、精讲释字宪文内底的诗句，咧讲社会正理。我来讲，幕暗的念歌艺术家得到新团奖的杨秀卿老师，伊捌亲身讲我听，讲伊细汉的时阵，老爸老母知影讲伊就有较不便，一定要紧讲伊要有一手艺。啊，若无后摆大汉，食兄生气，食嫂灵智。这拄好，互咱想到释字宪文内底一句诗，讲做相见缘得好，久住难为人。当然啦，农业时代这种情况较侪，亲戚50来相找，头一工抬鸡抬鸭，第二工原来食了不了青草，到第3、5工两个目头就割来啊。想讲吼，啊你安尼住遮久唔走，但是为着啥？毋则讲做久住难为人。啊，毋过总是初熟识相见面的时阵，人甲人有真侪礼节礼貌，往往若愈来愈熟，嘛较无遐尼讲究，嘛较无遐尼注重。释字宪文另外一句，讲做但看3、5日，相见不如初。这句我真值得咱来研究哦。朋友总是初熟识，有当着啊会真谨慎，会想讲吼，我讲倒一句话会甲你得失着。唔知你兴趣食咖啡还是食茶，我会了解你的意向，唔则会当甲你交起来变好朋友。当然哦，人甲人亲咧志接的时阵，该有礼貌，啊嘛真看重对方。结果人若一个靠宿，朋友愈交愈亲，有当着啊就失去互相往来迄个界线。讲一句话拍俏谈唔对尔，对方安尼要拍要字，甚至颔棍筋顶甲足大条，这正正就是释字宪文内底咧解说，讲但看3、5日，相见不如初。不比讲当初时初熟识迄种的交情，迄种对我的看重。啊，毋则另外，释字宪文阁一句讲：相逢好处初相识，到老将无万分心。这句毋是干那讲朋友尔，包含翁仔某中间，包含讲男女朋友，咱拢听我捡起来应用。有影啦，拄开始初熟识的时阵，像国正头拄我咧讲的，你看待我真慎重，你对我万般真注意。啊，毋过吼。人一个靠宿，有影我失去着对你的礼貌嘛有，你失去着对我的界线甲尊重嘛有，所以若是相逢好事初相识，咱相逢的时阵，亲像深开始熟识，迄种的重视，到老食到老吼，嘛袂产生出万分的心，这句确实有意思。